Harvard 台语101， Harvard 大学台语教授李钦华编导。第三课，偌济。第一，对话。对话一，有偌济学生？恁台语课有偌济学生？阮有12个学生。恁有几个老师？简单一个尔定。安尼老师真辛苦。对话二，遐尼济老师？恁学校有偌济人？学生差不多有2万个，老师差不多有2000个。安尼总共有偌济？总共差不多有22000个。哦，有够济！恁学校有够大？啊，恁学校有偌济学生？阮学校简单有4000个学生。遐尼少，老师有几个？老师有300个。遐尼济。对话3，一礼拜有几节课？恁台语课一礼拜有几节？一礼拜有2节课。一节是偌久？一节有点半钟。所以拢总有3点钟，对无？对。有偌济查甫的，偌济查某的？有5个查甫的，7个查某的。学生敢拢台湾人？大部分是台美人，嘛有中国人、美国人、甲加拿大人。